Patalakkar to kafanaan no miso hao. Anu maanggo no miso misoalan anu irago no diaray, anu irago no lutukay, anu misalumaay to hao. Maminggi ta mipangiha. Umangkulitzay ni kacaw kapulungan hanu mitaa mi nanam hao hati ni azaku paswal no mako hati kacaw把时间交给你。好，谢谢老师。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可是我们第一组是那个呢，吴老师这一组呢。来，对哈，对啊，就请他们的组员呢、好了，吴老师来了，他们吴老师来了，再请他讲一次。吴老师上线了哈。吴老师可能还在测他的麦克风，好，没关系。吴老师这一组开始之前哦，我们大概先说明一下哦，我们的那个进度啊。吴老师，你上线了吗？吴老师，听到了，听到了，有上线。好，吴老师，刚刚那个美惠老师已经帮你开场了哈，所以等一下那个就你们第一组就由你们开始。那开始之前，我先说明一下哈，我们大概整个教材编辑的进度是这样，就是大概7月我们会把每个句子差不多都造完，然后8月的时候，我们大概要把每一个句子做衍生性的一个设计哈，比如说这个句子它可以发展成问句、否定句、祈使句、疑问句。或者是那个2个句子以上会有连接词那一种，大概我们就是各位现在发展出的单一的句子未来就会发展成不同的句型。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我们当初规划这个教材的初衷第一个就是说它本身是工具书，就工具书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当成是那种像是有简单的语法的观念啊，一些相关的句型啊。那第二个概念就是那个我们要把它变成有阿美族知识体系的工具书，就是说我们每个句子里面要有那种阿美族知识的概念所以之前你们提供的那么多词汇，为什么现在要融入到句型因为这些词汇本身就是阿美族的知识体系，这样可以理解大概就这个我们编的教材就是这2个方向那工具书主要，如果最好的话，就是能够作为中高级认证的参考用书了。但是我们看看状况吧，如果大家有编到那么好的那个层次的话，那也有可能。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单纯的工具书就好了。我大概是这样。吴老师可以吗？现在才看得到，看得到没关系。刚刚那个美惠老师已经帮你开场了，因为我的笔电今天有问题。OK， 好，那个我们就开始了那吴老师，你们这边要不要那个上个礼拜的又喊又放新的对，我把那个翻译写上去的。OK， 这个是跟上次一样的，只是有中文的意思吗？对，有中文写上去，然后应该都差不多。OK， 那我把你的贴过去比较快。好，那所以上次的不讨论，以这一次的为主吗？是这个意思吗？对，以这次的为主，就 OK， 从第那我6个开始。好，好，那我先把它贴上去那我就把上次的盖掉好，谢谢。这样子就不会混淆了。好，那我们就根据你等一下，我先不要存档，发生什么事？
再一次哈，我把你的先把它复制起来，再把它贴上去。我们一样也是一句一句来分析哈。从这个吗？你是说从第6句吗？五迪浪那个是不是？对的，因为上次讨论到第5项，所以这次从第6个，应该 OK，是吧？没关系，和这不然个我先把这个先删掉。你从这个第6个嘛，因为我也不确认是不是有重复到第6点。好，可以 ，OK， 我看到了，对，一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谁来说明一下你们的句子跟中文翻译？第6个是字根和这，所以我们就写说，Ukilang ku bisa lumano malitangay do和这一定要后，就是以前的老年人是用木头来盖房子的柱子。OK， 好，这个翻译现场有没有人觉得需要调整或修正的？有没有人觉得这个句子有要修正的空间？那个一滴呀爱那个要加 y 一滴呀后一滴爱后还是一呀，一爱后一滴哦，再一呀个爱是不是？对是这边这一句有没有人觉得前后没有办法对称？你看哦，比萨鲁马鲁马里登爱都和这一滴呀吼，这个后面这个姑后面是表示一个动作还是一个东西？那个又喊那可以个，说无我如果把合则哎，无合则古比萨鲁玛一定要后，那个合则可以移到前面吗？无合则，我知道老师你的意思，嗯，可以讲说有吉兰过合这个有吉兰过这个在吉兰后面过这个有几人合则吼，嗯对，然后再整句呢？整句呢？有吉兰过这都比萨鲁马诺马德里登爱一滴呀后对，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好，我们把那个句子贴看看合不合理哈。把那个和这把它移到前面嘛，对不对？对都对是不是就是这个句子？有吉兰古和这都比萨鲁曼努马里等爱一滴呀爱吼，是不是？是这样吗？对那个一其实定要后来后，一滴呀那个 ay 也可以拿掉啊一滴呀后好，这不用了哈。嗯，OK，就是对呀，应该可以啊，这样也可以了。好，这个句子有没有问题？那个米粒老师，你要怎么翻译这个句子？以前老人家是用木头来建造房子的那个和这个怎么翻译？柱子还柱子，对，对，可是那个米粒老师，你在讲中文的时候，我会很自动把比萨鲁玛把它变成傻比萨鲁玛。哦对，萨比萨鲁玛哦，对啊，你没有发现吗？给人个这都比萨鲁玛还很像要用傻比较可以，对不对？都比萨鲁玛，很像也都比萨鲁玛。你问那个吴老看看，都比萨鲁玛、萨比萨鲁玛啊，那些都可以呢。
不能用沙哦，不能用沙哦，只能对呀用 B 哦。可以，乌吉兰古哈泽都比萨鲁玛就可以了。No 马多阿斯，no 马里登爱伊蒂亚后。对，中文，所以你的中文翻译是以前老人家以前老人家盖房子的柱子是用木头。那你这个，哎，符合这读第三，吴老师这个句子对吗？吴老师没反应哦，吴老师重新加入现场。现在好了，吴老师这个句子你有看到吗？我现在才看到，因为刚刚那个我的笔电有问题，打不开。我刚用手机，没关系。我现在笔电老师，弄我把画面框起来，你觉得这个句子正确吗？好，我念一下。Ukilang ko sakito di saluma num malitengay iti ako. Ukilang ko sakito di saluma num malitengay iti 以前老人家都是用木头当柱子。Ukilang ko sakito di saluma num 听起来念起来是蛮顺的，就是说以前老人家都是用祖先都是用木头当柱子。所以是吗？他可以喊，那老师，那上一句呢？上一句啊，上一句 ，ukilang bisaluma ukilang 啊，要加一个沙才可以。ukilang bisaluma 才会通。哦，所以这个不能用哦，所以老师，你觉得下面这个句子正确是不是？后面 ukilang hajak to bisaluma 就可以。可以哈。他用木头来当柱子了，以前的人。好，那我懂你的。这一句应该那上面是要用。那个你要撒笔的话才可以，没有沙。对。好，那现在哈，老师我来猜看看哦，因为我想要确认一下，老师我把这个句子这样猜哈。老师，这一句的第二行，怎么加个 S？ 好，老师第二行，这个你怎么翻译？第二行，对，这个现在这个，这都比萨鲁马诺马里登埃第二话。没有，就我现在框的蓝色的蓝底。萨鲁马诺马多阿塞，这都比萨鲁马，这比萨鲁马诺马里登埃，没有完整啊。就好，老师，我没有要完整，我是用一个词组了。如果加个乌，你会怎么翻译？可以，我还这都比萨，再加 o 就可以。我还这都比萨罗马，那么你等啊，就是以前老人家盖房子的柱子，还这是柱子了。对，老师，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哦，你这个是不是还是要用沙比较顺？对呀，我还这都比萨罗马，我这不。我还这都比萨罗马，我还这是比萨罗马，不是，它这是柱子，但是没有讲材料啊。OK， 好，那因为你还是只是一个做真的什么插入还是坚固，可是材料是什么？没有关系，老师你帮我翻译第二句就好了。你帮我翻这个第二句，你翻成中文，对，怎么翻？对，现在你框了这个。对。我还这都比萨罗马诺马里的爱，老人家当盖房子的柱子。
哦，老师，你这个中文是不是老人家盖房子的柱子？柱子是这样翻吗？对呀、但是没有说材料。没有，所以老师你纯粹看这一句，这个是合理的句子，对不对？对呀、我还这比萨罗马诺马里登爱，这一句可以了，只是说要变成完整句的话，你要加上，你要用什么当材料啊？我知道，老师，我现在再给你一个句子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厘清一下比较好。老师，我如果把它改成这样子呢，你念念看。我还我还在努比萨罗马，我还在努比萨罗马努马里登爱，老人家盖房子的柱子。努比萨罗马是盖房子的柱子树，这是房子的，老人家盖房子的柱子。我这努比萨罗马嘛多阿萨马里登爱，老人家。这句话顺不顺？这句话顺吗？这努比萨罗马这也顺啊，这个也顺啊。这个这是属于房子的房子的这。好，老师，我把它放回去哦。好，老师，你再念一下这一句顺不顺？好，我还这努比萨罗马努马里登，我还这努比萨罗马努马里登啊，这也对啊。这个房子是老人家盖的，努马里登爱。所以这个句子也对。我还这努比萨罗马努马里登爱，就是老人家盖房子的柱子。因为老师我说有加吉浪哦，有吉浪股和正还是和正啊？和这都可以，不是方言别吧？我们是和这。和正好。好，老师，你整句，你这一句，你再念一遍正确吗？这个有吉浪股和正呢？好，有吉兰果还在努比萨罗马努马里登啊一地啊好，这样就可以啊。我吉兰果还在用木头当柱子，努比萨罗马努马里登啊一地啊好。我还在古比萨罗马，我还在古还有吉兰果还在努比萨罗马努马里登啊一地啊好。这句可以哦。房子啊，房子是老人家盖的，这样。以前老人家盖房子的柱子是木头，对不对？对呀。好，老师，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用都比较好，还是用nu比较好？这里我念一遍啊。Ukiran ko hajak no bi ukiran ko bi hajak no bi saloma ma li tengah itu ya ukiran ko hajak tu bi saloma。度就是盖房子的动作，就变成度比萨罗马。我伊朗国还在度比萨罗马诺马里登啊一地啊，好，那老我也选择度。老师，你会选择度哈？OK， 好，那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确认一下这个海绵可以在马里登爱再加用阿多阿塞。OK， 那没关系，这个方言别 OK， 我再把它加进去我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现在不是在讲盖房子的动作吗？柱子不是盖，应该是立柱才是盖房子的动作。伊朗国这度比萨罗马。柱子算，因为你这边是动作，盖动作是受词。我把那个书贤讲的话翻译成阿美语了。好，吴老师，你念一下那个，书贤你要翻成阿美语是这一句吗？吴老师，你念念看这一句。下面这句啊。对。好，欧比巴哈这度，对不起，不是孤，我再把它改一下。
好，再一次。 Upi bahajako bisaloma no malitangai. Wahajako bisaloma no malitangai itiyaho. Wahajako bisaloma no malitangai 以前盖房子是要立柱，以前老人家盖房子是要立柱。这一句话也 OK 吗？以前老人家盖房子是要立下柱子，也对呀。以前老人家盖房子要立柱子啊。好，那老师，如果这2句啊，第6有2句，你会选哪一句比较适合？以前老人是用木头来盖房子的柱老子。师，你不要看中文那个中文我们先不要管我们先看阿美语对。Ukiran ko hajak to bisaloma malitengay itiya. Ukiran ko hajak to bisaloma mataasa itiya ho upi pahajak ko bisaloma malitengay itiya ho. 我选上面的。这边上面的OK， 好，那我们下面就保留就好了，上面为止。好，这样可以。好，下一个。那多阿塞用 AY， 你对对对，老人家。对对对，是人呐，马达塞是人。我把它存一下，可以这样可以。好，下一句。第7好，我们就直接拉到第7。第7在哪里？好，老师这一句谁要念？第7啊，对，第7。Tukahan ng rako hatsak nuluma ta mga ay misatapang ko albanay a fiyaw to bisaluma. Tukahan ng rako hatsak nuluma ta mga ay misatapang ko bisaluma no pinaulan. Tukahan ng puhatsak ng luma ta mga ay misatapang ko bisaluma no pinaulan. Ta mga ay misatapang ko almanay mipiyaw ito bisaluma. 可能呢，比萨罗麦要放在前面。Ta mga ay misatapang ko bisaluma no pinaulan。老师你是这个意思好。对。Ta mga ay misatapang ko bisaluma no pinaulan。No alumanay。No alumanay 也可以 ，no pinaulan 也可以吧。就是把那个移到前面。对呀。Ta mga ay misatapang ko bisaluma no alumanay fiyaw pinaulan。ko bisaluma no alumanay pinaulan。对，这样可以吗？把那bisaluma放在前面。Ta mga ay misatapang ko bisaluma no alumanay pinaulan。后面这样就通了。mga ay misatapang ko bisaluma，开始盖房子。misatapang 是开始 ，bisaluma 开始盖房子，部落的人才可以开始盖房子。好，
其他两组对这个句子有没有建议或者是要修正的地方？美惠老师跟米莉老师这边，可这边的以，中文，这边中文有点怪怪在前面。都跟没汉人啊，过这个罗马，他们说他们没关系。那个我们那个中文呢，我到时候统一翻了哈。现在这个翻法哈，我到时候用咕噜嘟的那个顺序来照翻哈。现在大家翻个大概就好了，到时候我统一翻再请各位校订哈。哦，嗯，凯明这好，边因为现在因我们为就说阿鲁马奈阿fin劳兰，可不可以就用诺fin劳兰就好了？阿鲁马奈就不用。OK 就是有点多哈。OK 好，比脑烂就是族人了，对。对，就是所有的族人了，对不对？好，好，美惠老师这边呢，可以，吗？可以哈。好，对，其他组员如果有意见都可以反映哈。好，那我们来看第8句了。好，第8句，吴老师你要不要念？还是你们组员也可以念？金川来念。金川老师在吗？都跟你妈妈都沙巴车都比萨罗马都。好，第8没人念了，我来念哈。好，都跟你妈妈古拉巴泽都比萨罗马都bawahan。如果改为这样，都跟你妈妈都沙巴泽古比萨罗马都罗马。都跟你妈妈都沙巴泽都跟你妈妈都沙巴泽古比萨罗马都罗马。好，好，他因吴老师为那个我把它改成这样子可不可以？都跟你妈妈。吴老师可以吗？都跟你妈妈都拉巴泽，应该是都拉沙巴泽。沙哈 ，OK。沙巴泽古比萨罗马都bawahan。爸爸用钉子来钉盖房子，不对，bawahan是窗户，而你们是大门吼，你们是大门叫bawahan，我们的门叫做banan。爸爸用锤子打那钉子来盖房子的大门。老师你们的没怎么听？难 NAN 难，对。有没有喉塞音？没有，banan 就可以，不用和声音，也不用用喉音，banan。bawahan banan。好，那吴老师，所以这样这个句子就 OK 了哈，把它改成沙巴这就可以了哈。对呀，不是这里是都跟你妈妈古拉沙巴泽，爸爸用锤子来打钉子那些钉子都让那些字来盖房子的大门，就对了。那个中文你在研究看怎么翻比较顺。没关系，老师你们现在主语顺就好了哈，中文再翻就好。都跟你妈妈都拉沙巴泽不也sangat都bawahan都bawahan。你要不要加罗马？老师你念到哪里去了？
我还是念第8题，因为我好像少了什么东西。Tuktukan 哦 ni ，OK， mama turasa pace kopi sanga to bawahan noloma 嗯， noloma 在后面加 noloma。哦 Tuktukan ni ，OK， mama turasa pace kopi sang bisa luma to bawahan noloma 就房子的门。嗯， to bawahan noloma。好，teacher。Ketinggalan atau tuktukan。 OK 哈，好，那个美惠老师跟米粒老师，这个句子有没有要修正的？其他的组员也可以提出建 Tuktukan 议。 ni mama tura sapacek kopi saloma to bawahan luma. Tuktukan ni mama tura sapacek kopi saloma tura sapacek 可以了。tura sapacek 为什么表示你的语感可以哈。 ？tura pacek 不行吗？sapacek 海明白那个 Dora 一个交换好不好？哪个？会这样子。 Tuktukan ni mama Tuktukan ni mama to sapacek 可以吗？tura to sapacek tuktukan ni mama 就好 to 了。 sapacek ko 好 ，OK。 Saloma。 吴老师，你再讲一遍。吴老师，你再讲一 Tuktukan 遍。 ni mama to sapacek 不对啊。然后 Tuktuk 是一个动作，对啊来打钉子。跟你妈妈都pacek 可以吗？不要傻。Tuktukan ni mama 都pacek 过，哎，不是。都pacek 过，哎， to 怎么奇怪了？ sapacek tuktukan ni Dosa mama pacek ko pi palu pi sanga pi saluma to bawahan tuktukan ni mama bis tuktukan ni mama 可是 pi saluma都 to pacek bisa lum, tuktukan ni mama都 pi pacek saluma 可是 pi saluma 都是盖房子，它的意义是 pi saluma 就是盖房子。 tuktukan ni mama都 pacek tuktukan ni mama to sapacek ko pi saluma tuktukan ni mama都 pacek bisa pitok, bisa tuktukan pitok ni mama 他原来的遗憾的意思是那些钉子啊，爸爸敲打那些钉子来盖房子，来盖房子的窗户，来盖房子的门。刚刚那个，刚刚美惠那些钉子，刚刚美惠老师有讲说，upacek sapituk你妈妈 upacek sapituk 颠倒了，用钉子来锤啊，应该是这样。都是一个动作而已，你还要加铁锤啊。这边先不要加沙哈，沙逼先不要，先比沙鲁嘛，对呀。 tuktukan ni mama to timpo sapacek Rupi saluma to bawahan. tuktukan ni mama tuktukan ni mama 老师，你们这句话，所以你们念起来不顺嘛，对不对？对啊，对啊，很奇怪，怎么？动作那用什么来tuktuk呢？ tuktukan ni mama to pacek 你们可能掌握一个重点，就是后面是动作，前面也要是动作了，就比较顺了。对啊，tuktukan ni mama to timpo sapacek tuktukan ni mama 那个 tuktukan ni mama to sapacek to
原来的一含的那些铁钉呢、爸爸锤那些铁钉来盖房子的窗户，来盖房子，来制作房子的窗户。原来的吗？对呀、我们看看，还是那些铁钉呢、不然后面都接不起来了。那些铁钉是爸爸锤那些铁钉来制作房子的窗，来制作房子的大门。我们看那个右含原来的句子哦，老师你，对对对我们把它复述。还是那个对啦，那些钉子，可是也还是加沙。都跟你妈妈古拉沙巴这那些钉子，都比萨罗玛都巴瓦汉，对吗？可是我们怪怪的，就是比萨罗玛都巴瓦汉这句话，通常我们比萨罗玛是盖房子，所以应该我们想做比桑啊，对不对？比桑啊，可是比我们要上啊就好了，可以吗？比上啊可是那个我们要打这个比萨罗玛，一定要比萨罗不玛要把比萨罗玛，一定要。都比萨罗玛，那个就所以我太快是加后面的比萨罗玛都巴瓦汉诺罗玛才会完整啊。都比萨罗玛都巴瓦汉诺罗玛，这样子吗？对呀、盖那么这个比萨罗玛变成制作家的大门，这里的比萨罗玛变成制作家的大门。爸爸用铁钉来制作家的大门，爸爸捶打钉子来制作家的大门。所以这里的比萨罗玛变成制作家的大门。我是这样子。这个句子有没有要修改？的，变成像用铁钉来制作。其他学员有意见哦，可以提出来哦。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就可以提供意见哦。反正我们这个动作焦点是最难的了。这里的都根就包含它的捶打的工具了。都根那不是都根，一定是用铁锤敲。爸爸用铁锤敲那些钉子来制作家的大门，他绝不会用手去捶打，一定是用铁锤。所以都根就包含说是用什么东西，他用什么东西捶打钉子，那当然是锤子啊。吴老师，你念念看我的这一句，你看看顺不顺？吴老师，你念一下那个现在那个蓝底白字的那一段。好，乌比都沙巴车布比萨罗玛妈妈都巴瓦汉努鲁玛，乌比都沙巴车布比萨罗玛妈妈都巴瓦汉努鲁玛，乌比都沙巴车。爸爸盖房子是捶打钉子。爸爸盖房子是捶打钉子来制作家的大门，他主要工作就是捶打钉子。对，他主要工作是捶打钉子来盖房子，制作家的大门。这个重点是在乌比都沙巴这，这是最重要的工作是捶打钉子，是爸爸盖房子的。制作房子的大门，变这样。爸爸
制作房子的家的大门是用就是用捶打钉子啊。对啊，捶打钉子啊。其实那个比萨鲁玛中文翻译可以加个的动作啦，就是比较好翻。爸爸制作家的大门的动作就是捶打钉子，这样子就比较好翻。捶打钉子，可以吗？这样子翻可以吗，吴老师？可以啊，只能这样翻啊，按照它的构词是这样翻啊。好。没关系，我们那个你们一定觉得这个句子很难翻，因为你们翻的是全世界最难翻的阿美语这个动作焦点本来就是最难翻的前面要动作，后面也要动作那一般我们都是用后面是 B， 前面就是 B， 后面是嘎，前面就是嘎它要对称啊。所以这个一般我们讲话不会这样讲，在书写比较会用得到。那个米粒老师跟那个美惠老师这一句话有没有比较顺？有啊，有在念啊，可以啦。还是怪怪的呢，我也想不起来好的。对，好，都更不是比较顺，都更读沙巴这比较顺。都更老师，你那个你这样子，我都更咕沙巴正后面又有一个咕会有2个咕都更咕沙巴这咕，都更读沙巴这咕这样啊，一个读啊，都更读沙巴这咕比沙鲁玛这样子。好，可以啊。老师，你要整个翻翻看要顺都跟那个 O 就不要了呢。对，那个 O 就不要。这个变成是，我知道这个变成是一个动作。好，那你翻译看看，你把它翻成中文。都跟都是把这个比萨鲁玛妈妈。盖房子的窗的门，盖房子的门是用钉子来捶打。老师，你这个翻译又进入了比萨鲁玛的概念了。比萨鲁玛，因为这边你用比萨鲁玛，比萨。可是你的中文翻译有沙的沙比萨鲁玛，你会变成要用沙比较通啊。不然那个米粒老师，你再翻译一次，你再翻译一次。好，盖房子制作房子的门是用钉子来捶打。对呀，你没有发现你的翻译是用钉子来捶打的？对呀。那如果用铁锤呢？沙木棍、乌沙木棍、赌沙巴这样会有比较可以用得上吗？用工具就是铁锤这样。如果用工具的话，后面就一定要用沙比了，沙比沙鲁玛，你变成你后面是工具，前面就对称是铁锤就 OK 啦。可是我们现在的是比沙鲁玛是一个动作，大家思考因为你看你们这些都是动作焦点啊，你们找什么固定啊、敲啊、密合、捶打啊、衔接，这个都是动作呢。你们的翻译的时候是前后要对称，要是动作了，这边比较难翻啦。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习惯，但是这个一定要对称，不然你们翻译都会变成比如说乌沙巴这古沙比沙鲁玛，这样就变很简单啦。可是它就是沙比啊，它不是比沙鲁玛。谢谢。所以还是一样的逻辑，咕的后面是动作啊，前面就是要动作，这样才会对称。如果你后面是比沙鲁玛的话，前面就是工具了；后面是比沙鲁玛按的话，前面就是地点跟时间了。如果后面是米沙鲁玛按的话，前面就是东西了。这它其实是对称的翻译，所以你现在后面的咕是比沙鲁玛，前面一定要是动作。
你前面不可以是东西，对呀、那你这个嗯的话，会变成是一个，这个会变成一个被动的句型。米莉老师，我帮你翻哦，就是如果我知道这个要怎么翻，你知道吗？啊，什么？爸爸盖家里大门的动作是要被，钉子是要用那个钉子要被锤，就很难翻呢。那个都跟多少把这都跟变成十八只要去读呢？好，那就像孩子应该是原来那个应好了该是比嘟嘟还是读沙巴多这比对嘟嘟读应该沙巴这，对呀、如果不要撒呢？因为通常我听那个老人家在讲，嘟嘟更嘟把这，或是因为很少用撒把这个撒把这就是被怎么样，不是吗？如果说直接是把这个呢，不要撒呢？也可以啊，就是说看你们那边怎么样啊。爱心被前面的它变受格了嘛？对啊，他就这样好像念起来，就不管怎么念都念起来很奇怪。但是以语感来讲的话，不要叫撒呢，嘟嘟跟嘎巴这这样有没有？通常伊那那个是口语化了，对呀、口语化就是语感的那个是口语化了，真正要加沙巴这哦，真正就要撒是不是？那个沙巴这拿过来，没有叫你拿把这过来，一定会说沙巴这拿过来，不会是把这拿过来。好。那我把它还米莉讲那个用都不行了，以及还是用勾，因为那个沙巴这是被打的，不是用钉子去打，所以都跟勾沙巴这就是把钉子锤下去了，所以应该是这个动作是要敲打钉子，所以都跟勾沙巴这才会讲勾。而且呢，都跟勾沙巴这那就变颠倒过来，那个钉子来去捶打。应该是钉子被打才对啊，不是钉子要去打什么东西啊，所以那个斗是不对，是要用勾才对。如果是这样，都跟不是那个吴老师，我们要不要就是因为刚刚那个嗯啊会有两个咕啦，就是说嘟嘟更咕沙巴这后面又咕比萨鲁曼会有两个咕啦。那我们现在先暂时哈，老师你看我一下我这个句子哈。比嘟嘟嘟沙巴这咕这个句子可不可以就是暂时是顺的吗？我们先因为现在48分了，你看一下这个前面要加乌吧，乌比的，我再加一个乌。那就刚刚前面那个一样啊，乌比的那个叫 O 的时候啊，主要的工作就是打钉子的啊。OK， 等一下，我怎么突然这个不见了？等一下。好了，我直接打。好，那个吴老师，就是我们先这个，我先用这个句子哈，嘟，要把这嘟，等一下，那个嘟沙巴这对，咕比萨鲁玛嘛，对不对？你妈妈，对，你妈妈啦。你妈妈，那都发瓦汉嘛，对不对？都发瓦汉努鲁嘛。对，好，吴老师，你先看这个句子哦，这个句子顺不顺？我们如果顺的话，先把它保留，因为时间也到了。对，好，我比嘟沙巴这，我比萨罗玛，你妈妈都发瓦汉努鲁嘛。这里的重点，爸爸主要的工作就是打钉子啊。对，主要的工作比嘟沙巴这是主要的工作是打钉子。对他盖那个什么家的大门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打钉子，这样可以哈？可以啊，刚刚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对，好了，那个各位老师哈，你们那个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句子哈，就是说照不照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动作焦点是吴敬南老师的语法书是没有教的，
它只有教主事者焦点、受事者焦点、处所、工具、时间，它并没有教动作焦点哦。那这个动作焦点的启发是来自于朱清一的他的教科书哦，所以汉人永远他没有办法抓到那个语感哦，所以他不知道有动作焦点的。那朱清一老师他有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朱清一老师并没有讲动作焦点，哦，是我们自己把它归纳成其中一个焦点，所以这个不容易造句的原因是因为坊间并没有那么多书在描述了，所以我们造很慢没有关系，大家慢慢的讨论跟学习哈。好，我们先这样，我们休息5分钟回来。好，各位老师们哦，好，
还有差一点点，没关系，7:54，55分哦。那我们开始了。好，这一组是轮到那个 Sadiq 这一组的哈。那我们请那个米粒老师，有看到，我们对，有看到了，贴上去了哈。好，是好，你们是从第几个？第11个嘛。第11，对，好。我们打一个广告哈，就是明天，不是后天呐、后天的那个我们那个礼拜三，现在有固定请一个那个政治大学民主所的博士班的学生哈，应该博士候选人啦，不是学生，他要拿博士学位了。他有研究阿美族的独木舟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礼拜三的晚上7点到9点可以听听看他的说法。好。米粒老师，你说吧，第11个。好。Mikabut sa faki mi atol to bistik no kapah no niaro。好了，老师，你的中文怎么翻？就是说，叔叔们去参与部落青年采集。采集，部落青年采集。哦，你直接就是用当成一个词哦。是。这个，这个怎么感觉翻起来？那个法基们嘛，对，参加。那个书写有另外再写看看。我修的在那个在信息，对。OK， 我看一下讯息了，新的吗？哦，好，我把它放在一起哦，你们一起看哦，一起讨论。书写你这个你要不要念一下中文是什么意思？我有写中文啊。你有写吗？部落青年捕捞鱼的动作是堆石户。OK， 好，我们看那个估后面的先翻嘛。部落青年捕捞鱼的动作是，比阿多是堆石户，对，对啊。那个这样子对吗？米粒老师，你认同的你们那个书写的吗 ？OK OK。Piado tu faklo ko bistik no kapah no niaro tu fuding。嗨，可以哈。你本来的这一句你还要用吗？还是你这一句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因为我乍看之下没有办法马上理解。这样子啊。叔叔们参加堆石户，这个后面这一句怎么翻？那个米粒老师，你翻翻看这一句。米阿杜杜比斯蒂诺嘎巴努米阿洛。叔叔们参与。没有，先不要翻叔叔们，后面那一句就好了。压豆就是堆石户，是部落青年采集。堆石户。对，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翻？就是蓝色的，纯粹翻蓝色的字。OK， 好，压豆。部落青年采集是用堆叠石头、堆叠石腹。
好像不太好翻哦。部落青年，就是所以这个嗯，部落青年捕捞，哎，部落的青年捕捞，然后尼阿豆就是堆用石户嘛，用堆石堆斧，石户。对啊，这句我是不是不好？那没关系的，那个我问那个吴老师跟那个美惠老师，你们这个蓝色的字怎么翻？在思考内，杜尔就是对师傅度，比斯蒂努嘎巴努尼亚洛努嘎巴努尼亚洛部落的青年，比斯蒂的马佛格尔，我想一下，好像不好翻哦。Miatur kopi steak 是吗？对，Miatur 吴老师 kopi 那个 steak 蓝色这个字的中文怎么翻？因为 Miatur kopi steak 这句我不太清楚的意思。Miatur kopi steak 如果是我的 Miatur kopi steak， 就是我采集就是用 atur 的方法。用菇哦。所以我 Miatur kopi steak no kapah no niaro。所以部落年轻人是用堆叠石头采集，所以我这边可能那个都改为我认为是用锅。Miatur kopi steak no kapah no niaro。哦，你把这个当成主词哦。不过，老师，如果你把这个都改成菇的话，哦，前面有一个渣，前面已经有阻隔了，就会变成有2个。哎，不一定呢，这个中间有一个啊。好，吴老师，那没关系，我把它改成菇哦。好，你整句翻译看看合不合理？整句。Mikabot pakai miatur 不对。所以不行因为哦，看到后面那个勾是跟前面连不起来了，就不行了哦。不再发给后面就不行了，要这样接就不行了。OK， 那没错啦，那应该不行了。好，那米粒老师，我把这一句删掉可以哦。好的，好，因为不好翻没关系，如果不好翻我们就好。我们看第12句，第12句有书写，你那边有没有新的？没有，就这一句哦。有吗？没有。有，对。你的不读给让你。对啊，这一句也很神奇呢。哎，米粒老师，你先解释一下这一句，我第一时间还看不太懂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啊？ Silver tukalang i pistik。海边的捕捞，在海边的捕捞，它是后面通常是加彼岸呐，就是比斯迪干哦。在什么地方？对，你这个好像后面加比斯迪，好像怪怪的哦。对，我念起来也怪。我贴了。好，我们先看书写的哦。好，书写你要不要念？Ubi lebet ku bistik nu finalan tu galang。中文呢？族人捕捞螃蟹的动作是捕捉。OK， 好，这个中文也可以拿掉。这个句子，米粒老师，你也认同书写的吗？哎，我找到。可以哈。好，那个美惠老师呢？美惠老师可以，我有在念，可以，可以哈。哎，好，那个吴老师呢？
其他的可不可以用这样说？变得不是多嘎浪。Upila kupila setik no pinaulan tukalang. Upila kupila. 除了采集螃蟹的方法是捕捉。先叫做刚。哎，帮我关掉。部落采集蛤蜊的方法是用手捕捉。可不可以用这样子？有别了本都嘎浪古比 stick no final lan。哎，米粒老师，我早就猜到你的心意了，我写在下面了。哦，谢谢你了解我心。这样好像不通哎。不通哦，族人捕捞是那个抓螃蟹。族人捕捞的动作是抓螃蟹，好像怪怪的。应该是抓螃蟹的动作。我加个这个啦，加个这个看看会不会比较顺？加个河边。那个吴老师这个第12句 OK 吗？好了，我看一下 OB 的 but 古比 stick no pinaulan tukalang， 这个第12句可以。啊，第12之一。后面的就比较 OB 的 but tukalang 古比 stick no pinaulan i alo， 在河边。Upila pet tu kalang kopi stick pinaulan alo。整句话念起来是顺 ，Upila pet tu kalang kopi stick upila pet tu kalang kopi stick pinaulan alo。整句话念起来是蛮顺的啦。21呢是21也顺啊，我别是他的这样念是对的，然后翻译我不知道怎么翻。在那个族人在河边捕捞是要的动作是抓螃蟹，这样捕捉螃蟹。对，捕捞的动作是捕捉螃蟹，这样。对。对，族人在河边捕捞的动作是捕捉螃蟹。对啊。那上面的翻译是族人捕捞螃蟹的动作是用手抓，用捕捉的方法，用手捕捉的方法，不是用手抓嘛？哪一个比较顺，吴老师？我比了不古比 stick no pinaulan tukalang， 部落的人抓螃蟹是用手去捕捉，那是第12，比较顺哦。也顺啊，都顺。第12之一就是部落的人在河边，捕捞的是捕捉，对，捕捞的动作是捕捉螃蟹，也对哈，也对啊，只是比较长而已。OK， 那这就保留了。好，米粒老师，所以你这个句子也 OK。那美惠老师，这2句都 OK 吗？有在听，可以啦。可以哈。好，那没关系，我们就下一个哈。第13，我等一下再把它贴过去哈，我们就直接看哦，不然贴来贴去。好，第13，哇，很长哎。Ulalaya kupi stick to takula ulong long ulau long ku laglau na ira， 是说他们晚上捕捉青蛙是用火把当他们的laglau， 当他们laglau照明啊。对。照明。
因为你为什么会觉得很长？因为我把那个龙龙跟老老还有龙放在就是把那个不同一别都写上去，所以觉得很长。那我了。前面那个应该是比斯蒂干，乌沙沙亚古比斯蒂干。对啊，没有错啊。那这个应该是米粒老师书写有点到一个问题啦。我们刚刚有讲哦，前面如果你前面是时间嘛，乌达达亚嘛，后面你这边不能用比斯蒂，要用比斯蒂干才行啊。对，要加 n。对，可是这个就不符合我们今天的造句的规则，我们不能用干，一定要比斯蒂这个。我贴的在那个讯息栏。好。好，我们看一下书写呢。书写你念一遍哦。乌比拉格劳，你挡住了。乌比拉格劳古比斯蒂努嘎巴都达古拉伊查查亚。前年在夜晚捕捞青蛙的动作是点火把捕捉。对。今天也是没有了，只剩躺在这里。好。对，在那个比拉格劳的前面是不是要加一个用什么来去当它的照明？用什么？乌龙龙古比拉格劳。米粒老师，你这个就会变成了乌龙龙古沙比，会变成这样子，乌龙龙古沙比这样子啊。对，还是会变到工具哦。你们就是强迫自己不要想到工具哦，要想到动作。好的 ，OK。有点混乱了。吴老师可以吗？这一句。Oleh upila kelau upistik nukapa tu takula itataya。昨天晚上，在晚上的时候，年轻人抓螃蟹是要用灯用。老师，你要翻成用照明。对呀，我要看他什么意思啊？upila kelau upistik就是主要的，就是用照明来采集青蛙，在晚上年轻人用照明来抓青蛙，对嘛？老师，你的意思也是就是那个动作嘛，对不对？对呀，对呀，那个动作在前面呢，就是拉格劳这个动作，用那比拉格劳是动作，对，比拉格劳动作，采集的动作是用拉格劳。对，没有错，对。采集的动作是用了 cloud 的方式来采集，就是年轻人 ，OK， 抓青蛙在晚上，可以哈，可以啦 ，OK， 好，美惠老师呢？可以，吴老师解释得很清楚了。OK 哈，其他的成员有没有想要修正的？好，看起来没有，我们再往下哈。我们看第14个，那个米粒老师有，你看看你这个句子就是就是会进入那个用傻逼才会顺的逻辑，你没有发现吗？乌扎，我傻逼因为我就想说一定要用 be stick， 所以我一直都不要用到傻逼。所以其实傻逼才对嘛，如果这个句子加沙就对了啦。好，其实你看哦，
你们各位，你们看这个画面哦，其实这个句子很好改啊。这个就是动作焦点，你只要在这个地方哦，加个 B 就是答案了。对对的，有没有发现它的语法规则就这么简单？嗯前面 B 后面就要 B， ，B 前面嘎后面就要嘎。你这个要加8 B8，这边要8哦 ，OK， 因为要放那个。那就是加一个8。总而言之哦，一定要 B 就对了。好，那个苏贤，你这一句你有改吗？我看一下。有啊，跟你差不多真的呢。那就对啊，那我用苏贤的哦。所以你看苏贤他有掌握到这个那个规则了哈。我们看一下十四之一。好，苏贤 PO 的哈。苏贤你要不要念一下？Ubi zaholaku bisting no finalan do footing atau afa i alu。中文。除了在河里捕捞鱼虾的动作是放鱼权。OK， 好，米莉老师他这一句 OK 吗？仿照仿照马嘎巴，那个苏贤要去考高级认证了。好，美惠老师呢？很好。Dibaca holak Ubi baca holaku bi stigma finalan tu footing atau afar 可以啊。可以哈。Dibaca holak 是什么？比巴扎好了，那个苏贤放鱼权也是把夫妇也是啊，还有什么鱼权？ Dibaca holak 是那个捕鱼的用具吗？对不是对对，鱼权。鱼权的。鱼权哦，我们叫这拉夫嘎，妇扎拉哦，我们好叫像很多拉嘎种讲法。我看一下你们的有没有，应该你们上次也有写啊，我看一下有没有写上去。哎，你们老师你们的没有写。我们是拉嘎。对对对，我看一下有没有，有啦，吴老师有，你看画面这个有没有？对呀，有啦，拉嘎，对，有啦。哎，所以老师你们的拉嘎跟那个扎hồ拉是一样的东西哦。对呀，所以拉嘎就是鱼权呐。哦，一样嘞。哎，他们这个翻成鱼龙，鱼龙就是鱼权，对不对？对呀。OK， 没关系，我把它补一下。既然老师你有提到，就把它补进去。老师，你们那个秀姑峦的叫拉嘎，对不对？拉嘎。好，我把它补上去。好，那这个应该 OK 了哦。好，那我们往下面一个，第15个。Tatong hanu kapah ku footing mistik。老师，你这一句连比 stick 都不见了。比 stick。你这句连比 stick 都不见了呢。我还在停留那个前面的 mistake， 我没有去转换为 be stick， 抱歉。没关系。谢谢。他这一句哦，这个是另外一个句型哦。好，我们要求救，你们组员有没有？苏贤，你那边有没有？求救！我还没写好。那个他这个是不是古当啊？是拼错了。古当我念打成古当，对不起。古当还是你帮我打吧。好，你念。比古当。OK， 直接用那个古当。好。TA 你念呢 ？TANG。对，你念就好，古比古当，然后古比 stick。你念，继续念，没关系。都否定。好。
你们再加多一点字，我就先讲。加个人了，对啊，努努谁？啊，都是青年呢，不知道要用谁，搞不好好没关系啊，今先天换改用青年。没有换一下改造了啊。啊，好，好，改造书写你来翻要大写翻看这个。改造捕鱼的动作是用那个什么，用鱼枪射，古当哦，古当是就是射鱼哦，哦那个啦，那个它这个应该是那种，还是射？应该不是鱼枪诶，它是那种比较像是那种那个毛的那种长相。所以就是用哦，鱼叉吗？哎，那个鱼吴老叉，师跟您鱼鱼叉嘛，叉哦，对嘛？好像鱼叉比较适合哦。捕鱼的它这个动作翻是用鱼叉刺这样。对对对，我也觉得鱼枪把劲才是鱼枪啊。好，好，改造捕鱼的动作是用鱼叉刺嘛，对不对？吴老师这样的句子正不正确？好13之一吗，15之一，15， ？15了对，15之一啊。对，我比古当古比斯蒂你个招都不定。刚刚的比古当是鱼叉药。对，用鱼叉刺，对，哦，对啊，改造捕鱼的方法就是使用鱼叉，用鱼叉来射鱼啊。嗯，这语法这样对啊，我比古当古比斯蒂你个招都不定，就跟 OK 前面那个方法一样，一模一样嘛，对不对？对，一对啊模一样。嗯， ，OK，好，这样应该大家就知道这个规则了啦。哦，这个下个礼拜你们应该一下就照完了哦。其实这个规则不难的。哦，前面是好的动作，后面就是动作了。好，下一个16。 mistake to 古嘎巴，哎，老师你那个，哎，你遮住了我们的，好，有哦，好，好，就要哎被那个好，蓝底的那个 mistake 古嘎巴努尼亚罗古伊罗古萨比否定， ，OK， 这个应该也是老师你想的，已经到另外一个句型了嘛？哦，对，这个也是一样要用，好吧？你们有没有人书写？我们就等你了。 mistake 啦， itu 给组长练习一下， dunia itu usaha. 不是就跟上面一样吧？那个啊，对啊，比古当变成比一路子就好了，一模一样。 Upi itu 那个 ku 你们这次把那个比斯定放在最前面嘛，不一定要放在后面呢、 那个 upi itu 讲 upi itu 哦，老师你还是要放前面呢，好。吴老师你继续念。 upi itu ku bistik nu kapah OK， nu niaro 好， upi itu ku bistik nu kapah niaro putih. 否定，再加一个都福定是不是？对，对，不定。最后面哦。傻逼就不用了，那 sapi 就不一样。阿赖好。野兔子有没有喉塞音呢、有，好，这句你那个李丽老师，你要不要念一遍？你两个菇了，我看一下。后面，对对对后面两个菇，
好，可以删好掉了哈。 Ubi ilot ku pistik no kapah no niaro to footing. OK， 这样可以哈。好，那书写你翻译成中文看看。部落的青年捕捞鱼的动作是用是标毛，那是标毛吗？的标语哦，一路此中文是什么意是思啊？叉吧？哦，也是鱼叉哦。哦，哎，叉吴老师，我问一下，那个我们那个标枪的那个标枪就是一路此是不是对啊，耳朵之水是标枪啊，杀？OK， 敌人也是那个耳朵章。哦，OK，了解了解。啊，跟古当也是一样的意思吗？一样吗？吴老师，古当跟一问海路此是不是岸线的一样的？人问那个鱼漂、鱼枪、鱼标怎么说？海岸线的松林大哥，松林大哥有在线上吗？他今天都没有发声呢。松林大哥有在吗？他有在啊，他可能没办法讲话。松林大哥哦有在，没有讲话。松林大哥是我们我这的咨边有询委员的。查字典哈，他说古当跟一路是一样的，是就是 OK， 毛枪跟乙枪还猎毛，那我懂了懂了，应该是啦哈。对 OK， 相等的，谢谢。你知道我们那个什么有那个我们礼拜三那个博士嘛？他说阿美族以前的渔团哦会捕金鱼哦，所以我看应该是用那个也是用鱼枪用标的，对不对？好，我们来看这个哦，差不多了，我们休息个4分钟哦，到8点半。
好，8:30哦，我们请第3组那个比扎凳的。好，美惠老师，你们这一组然这个后句子有用贴的吗？还是用念的？有贴，诶，我们早上、下午都有写嗯，那有没有贴档案？上去的。我直接，你诶，们要不要直接档案贴到那个？开明，贴到那个是我们是直接放上去咯，你只要把它拉上去，我们应该是从第一个就开始才开始写的。你们已经填上去了哈？对嘛，我已经填上去咯，这样子最好了。你就直接从那对啊，边韩娜改就好了。有贴。是第几个？第一个吗不是这一页，不是这一页。 ？OK，好。我干嘛把啊？对，刚刚对，这里。OK，好，等我一下哈。这边嘛，好，我把它用编辑模式哈。好，第一个嘛，好。你们这个是动作没有错吧？动作焦点嘛，对啊。好，好，你说第一个谁要念？韩娜可以念哈，我们轮流念。来，乌干麦古比拉登你因那啊米不做都的福古萨嘎拉后。妈妈用手拿竹笋当中餐。那个，我们直接问另外2位老师哈。那个吴老师跟米粒老师，这个句子你们觉得正确吗？刚才古比他登第一句就不是了。对，这个应该用傻逼了。行啊，第一句有刚才古比他登。对呀，干麦如果是手是工具的话，有干麦古傻比傻灯会比较变成傻逼啊。对啊，那就前面第一句就要调整了。比达灯，那比达就要放在后面了。两位老师，你们理解吗？其实刚刚那个米粒老师那一组已经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示范了。把它动作拿到前面了。动作，乌的后面要接动作，才可以搭那个。所以应该是乌比不做，古比拉登你那。对，我的福古比不做，我比不做，我比他更可以啊。因为竹笋不是用不做。反正给我们讲比不做，用手啊。我比不做，我比他更努力呢，有什么讲？我比不做，我比他更你那都的福古萨嘎拉后。好，我先改看看哦，你们看看对不对？把那个变成 B 嘛。对 B。乌比不做，古比他邓尼娜，是不是这样？后面呢？古萨嘎拉后。那个啊没有了嘛？哈。对，没有了。后面的那个古萨嘎拉后面还要吗？萨嘎拉后如果不要的话，就是手妈妈用手就是摘竹笋的动作是用不对的。对，因为你这边有一个语法上的问题哦，有2个姑啊，有没有？有2个主词。那就萨嘎拉后那边不要。不要哦，好。我比不对，比他登你那都的妈妈用手摘竹笋。妈妈拿竹笋的方式是用摘的。对，这样翻译就比较正确，对啊。可是那个不做这个动作是什么不做？不做是我们摘东西用摘的才是不做。那个美惠老师他们那边的说法就是那个我们用手，用手米不做都的福这样啊。我从小妈妈就叫我去，因为用手嘛。那还是挖的pot嘛，要挖的pot。用手弄的个塞那个贵族的。对呀，不是那个盲鼠。
不是用是，挖的因为吗？那个贵族的唇长出来了啊，马萨拉盖都然后呢？等到刚麦还没不做，就不要用刀啊，因为不做都刚麦很嫩呐、啊，很容易。那个痘痘还没要去摘痘痘，你没有什么？你是知道在那个痘痘吴连强老咪师讲的，刚出土的时候，他说要用挖的，可是我们那个已经长出来，已经好几节，就像那个德克斯一样，就用对就好了，那个就很容易，对，所以我们用那个比不做，我给他等你那多也可以，应该是掰一段，然后呢，国语给他掰一段，对对对。哎，小白老师出现了，小白老师已经在台东嘛。刚到，我知道你还在上课啊，对，我就马上上线。好，那个米粒老师呢？这个句子 OK 吗？因为平常我们不会讲不做，讲竹笋不会讲的做，我们会直接就讲说，不干麦古萨比德佛，你赢了，这样就好。对了，老师你讲的就是我们那个工具焦点的，是正确的，对啊。我们那边的说法啦，就是米的 for， 这个是米的 for， 做安个的 for， 就是去用手去把竹笋，把竹笋，对。对呀，没关系，这个方言别的，我们只要确认它的语法是正确的哈，啊，有部落使用这个字根就可以了，没有问题的。好，这个句子没有问题哈，那我们往下哈，往下是哪一句？美惠老师，来，往下呢？一样呢，我们一样就是那个比要往前了啦，就不是敢卖了。对。哦，你这个句子比他等你妈母都啊，对，我懂你的意思啊，我一定帮你们改哈，你们再看一下。比的话，哇，这个比很多的比，它很多比了，比，对呀，比。光宗老师，你的麦克风一直叽叽叫。在台东收讯不好哦。好，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要的那个哈娜？对，阿嬷采收辣椒用比的。对，这句你念阿美语就好了。对。有比古比他等你妈母都三，对吗？对啊，有比。是哦，这句可以哈。采辣椒用对啊。对啊，用比的方式采收辣椒。不要念很多次了，等下越念都不像了。比那就比就好了吗？对啊，不是海明有讲了，如果是两个都要逼，比较顺。我比他等你妈妈都当，那这样就对了。对啊，我比对应。好，其实你们这个哈要改很简单，你看像第3句哦，你直接讲以查法古比查登岸就是答案了。可是这边不能用那个，不能用，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哦，这个也是要往前，就变成古米物。你的多啊，这个哦，这个不一样哦。我看你们怎么翻这个？这个好像不能用 B 哦。你错了吧？是比例度。古米物是什么东西？古米阿斗，佛手瓜。哦 ，OK， 那错了，没错，那我错了。对啊，我以为它是动词嘞。好，就变成是，哎，怎么会有2个？你没有移到。好。有比例度。B 嘛，对不对？有比例度，古比拉登。
就这样就好了。其实句型差不多了。那如果太雷同的话，就差不就我们这个就先这样子哈。236。哦，对啊3没关系啊。 ，OK， 那这样可以了。我们就先这样子哦，因为这个句型比较像，就还 OK。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有吗？是这个吗？阿要努比萨邓是不是这个？对，对，嗯，安娜继续念。Ayaw no pilatang mi fiano to semut no sarawasan. 嗯， Ayaw no pilatang mi fiano to semut no sarawasan. ，Ayaw. Upi pianot, 第三， upi pianot to semut. Upi fiano 这样吗？ Upis, upis. Upi Upi fiano pianot to semut. semut no. Ukayaw pitatang. 哦，我知道吴老师的。吴老师，你等一下哈，你们继续看哦，我把那个吴老师的把它先写出来。 Upi pianot 这样。嗯，所以是我们的古读怒都跑掉了吗？对，我们看一下这个，吴老师，你要的句子是这一句吗？ Upi pianot to semut no. Salawatan ko kaayaw no pitatang 是啊。是哦。嗯，老师，你这个你会怎么翻？就是你采集那个什么的时候，你先把那个什么拔草。嗯，周围的。没错，这个句子就比较丰富一点哦，比我们刚刚之前的句子就比较单调了，这一句话就比较丰富了哦，就是采菜之前嘛的动作嘛，采菜前的动作哦，就是先那个拔草，在那个沙拉瓦站的先拔沙拉瓦站的草啊，对啊。好，这个句子，那个美惠老师，这个句子正确吗？对啊，我们对，我们早上、下午都是阿丽在写那个，我们有讨论过来，应该只是我们把那个弄错了，我们应该是像这个句子无比非论，对，放前面。对，我们现在我才知道，我们早上很用力的研究啊。哦，对，这个句子我还是要强调哦，这个句子真的比较难呐哈，因为这个书上也没有讲动作焦点啊。那因为是朱清一老师里面有特别用 be 去构词哦，把它当成一个动名词，在朱清一老师的那个的教材的教科书里面呢，他是用动名词来解释这个概念。好，可以哈，这句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上面那个乌开头的那个比较单调的这一句话就变得比较丰富你看这个句话就是在那个采野菜之前的动作这个就很丰富就会变成这个感觉比较。等一下，你们造句能够造类似这样的会更好了，因为前面的句型已经很简单了可以让它丰富一点，像吴老师造的这个句子。好，那我们再往下就是说那个，就是说 be and not 就是动作先摆在最前面了，没有错，就是开头，对，然后后面就加那个我们是不能离开那个比拉凳嘛，
因为我们都被套牢在那个比塔邓都要有，所以我们就很难翻。对，老师你是看把动作，老师，因为你们之前哦，你们可能都没有仔细，我们之前的分类哈、是从哪边开始？第一个是从那个米沙登奈，是不是主事者焦点？前面是不是一定要加人？吉嘎照顾米沙登奈，对不对？那第二个是米沙登岸，就是所采的。乌达都根古米沙登岸，是不是前面一定要东西，对不对？那现在是比萨邓是动作，乌什么东西古比萨邓那个东西一定要是动作，是这个概念，这样可以理解吗？哦，好，哦，就大概是这样啊。哦，所以你们这个一定是动作跟动作要对称啊，不能前面是工具，后面是动作，这样就对称不起来了。哦，好，好，那我们看下一句哈、这一句很长，有谁要念？哪里？这一句。哦，秋梅有在吗？秋梅对呀，好，你结束。Halo pi fut fut hani akungku bidateng tu papa nu kakurut. 阿公采摘苦瓜叶前顺便除草。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前面的构词这个哈路是不是前缀？对，顺便，对，哦，顺便了 ，OK。对，哈路比夫，哦，那个 B 哦，哈路比夫喊，加个喊哦，喊你阿公。对呀。OK， 哦，古。嘎咕噜的叶子，因为嘎咕噜它也是属于藤，哎，那是蔓嘛，它会马拉拉，所以阿公在采那个怎么讲，采那个地瓜叶的时候，他不可能会一片一片这样子去摘，它是整个这样，比方啊就是怎么讲？原住民中文拿多一点的拿回家。对，所以你在中文的翻译那边不能用除草了，就是连根拔起了，不哈罗比不复弹，就是不复的，就是连那个这边是连，是继续把复就是那个汉改为什么的了？哈罗比复都什么？哈罗比复不对，哈罗比复。你把那个佛父套在前面那一句就好。那个上面那一句。阿公哦，什么不比他登都爸爸，那就是要阿公后面加什么的。哈罗比不谈阿公都什么不比他登都爸爸，阿公。什么对不对？Hello，吴老师，你看看这一句是不是你要的？什么是杂草？哈罗比不你阿公什么？你要少了一个那个什么前面少了什么啊？对。没有那个。你再念念看正不正确，这样子。哈罗比佛你阿公都什么？我比他登都爸爸弄，对呀、按照中文的那要有草。哈罗比佛你阿公都什么？我比他登都爸爸弄，嘎咕肉，这是苦瓜。对。阿公采苦瓜叶的时候，顺便拔草。对，是这个意思哦。哎，对，那阿公采苦瓜叶顺便拔草。那要不要那个阿公放后面比较顺呢？老师照你的翻译。对呀。好，老师，你看这样会不会整个语
语义比较顺。 Malu pi fut tu semut kopi datang ni aku tu papa ya. Halo pi fut tu semut kopi datang ni aku tu papa no kapurut， 这样更顺。更顺哦。阿公在那个采集摘苦瓜叶的时候，苦瓜顺便叶的时候会顺便除草，除草。对不对？好，那个回到那个美惠老师，你们这一组这一句是不是变得比较顺一点？有啊，有哈鲁比夫妇都什么古，比他登你阿公都爸爸，努嘎古鲁，有那有比较顺哦。中文可以哈，有啊，可以，这样可以了。中文也可以哈。阿公采苦瓜因为老师，叶我跟前你讲顺便，阿美语顺的话，中文就很好翻了；阿美语不哦顺，中文很难翻。阿改美语翻名字的哈的，喽婚可是姻是不像我们是？想那个中文班也是想很久哎。对呀，我们早上、上午、下午都 meet 呢，没有，我4个跟你们讲哦很认真。，阿美语翻译有一个技巧啦，你有阻隔的地方一定要先翻，有菇、有鸡、有渣的，一定要先翻哦。我们是倒过来翻的啦，哈。那个哈喽是什么什么？哈喽顺是不便是要加一个对 h，就变哈喽成是是前缀，对不对？我想问一下，那对个哈卢是前缀是跟那个比夫妇连在一起还是分开？分开。顺便哈喽 B 哈喽除草哈喽不是前缀吗？哈喽比夫妇，对是前缀啊，所以所以要你要再连在一对啊，起的，加一个连在一起前哦。缀，好对， ，OK，那就我把它连在一起。好，还有没有问题？这个句子这个怎么翻？我看不太懂哎。就是阿公在采集那个地瓜叶，苦瓜会叶顺带除草。对了，那个哈喽就是顺便呢，对啊，顺便对，除草，顺便阿对，公在采阿公那个苦瓜叶，顺便除草。阿公，对，我知道那个苏贤的那个疑虑那是哦。那个动作哎，他采中文那个地瓜叶前就不的动作，要了，那因为个前哈喽不是动词，嗯，马路是顺动便作，对呀、前的对呀中文的这个前对，就应该它的拿掉了。动作是 foot foot，哈路顺便比 foot foot 不剪 foot foot 不是 foot 啊 foot ，foot foot foot，啊，苏姐你觉得是怎么样？我们家哈喽只是说顺便嘛，顺便除草啊，在这里可以这样写，比 foot 它 foot，是前缀。哈喽比夫妇，我们常常都这样讲啊。我们采菜呀、旁边有杂草，我们就先把野草除掉。我们常常都会做这个动作。安努米沙登就说哈路比 foot foot 喊多龙那个 smooth 那个 smooth，那个什么对啊，哈喽比夫妇的杂草就是那个人连同一起拔草。对，苏贤，你觉得哪边有问题？对呀、因为提出来我们后面不是讨论是采苦瓜叶的阿公采苦瓜叶的动作，嗯，然后应该是什么？顺便除草，好像怪怪。他的我懂你动作的意思。对是顺便除草。这里不是说阿公采摘苦瓜叶前他没有钱的啊，动作，他没有钱啊，那个那个中文的钱拿掉就应好了。该要把阿幺努比拉登。好，我们加看哦。好，我们再弄看看。好，那个美惠老师，你念念看哦。我加一个阿要努这样子，整句你念看看。哈喽那边有吗？哈喽喽比夫妇如果都什前面有么乌嘞，啊，好，再加还一个乌。要等一下啊，我再加一个乌，再一次哦，等我一下。好，哦好，
好了吗好了。 ？OK， 好。O halupi food tu semutku ke ayau nu binatang ni agong tu papa nu kakurut。这样会更顺吗？我念得很顺呐、你念得很顺，老师，我念得很顺，语感很顺呐、都是摸过个阿药，所以只有前面有杂草，所以书贤讲的是顺个阿药。Halo pivot foto semut ke ayau no di tateng halo pivot foto semut ke ayau。因为你的中文讲是顺便，所以那个钱就不要，就阿要嘎要就拿掉，就比较顺。中文的钱拿掉，然后对啊，因为那个草是很广的，我们没有，只有前面有草。我知道阿公采摘苦瓜也顺便除草，所以那个嘎药那边就不用了。对啊。food 都是摸你阿公多。好，因为顺便就是嘎药了啊，顺便其实是同时啦，对不对？同时间。好，如果是这个句子呢，我们再只加个乌吼，那个嘎要努把它拿掉的话，这一句美惠老师你再念念看顺不顺？我看，改好了吗？对啊。我halupi food tu semutku binatang ni agong tu papa nu kakurut。可以呢，我halupi food tu semut，这样会比较顺。所以这个应该是顺。阿公在那个采集那个苦瓜叶会顺便除草，对不对？顺便除草，对，是他这个顺便。我觉得书贤的困扰是那个乌，就是从后面的主词就是比他邓尼阿贡读爸爸努嘎鲁嘎国肉，这个是主词嘛，后面接到那个乌的话它应该是翻译不顺，是不是？书贤，你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因为你这个变成说采摘那个苦瓜叶这个动作是除草吗？是除草这个动作？是顺便除草，就是那个中文翻译会变成采摘苦瓜叶这个动作是顺便除草，是除草这个动作。对，这两个动作是一样的吗？你摘那个叶子是除草吗？是在除草吗？没有，这个是采集完顺便。你摘完苦瓜叶，然后再顺便把旁边的草啊，那这样子，对，那应该不是这个意思，这部分应该不是这个意思。food hello be food 应该不要照这个句子。为什么？怎么说？我们照两个看看。那我们如果所以采苦瓜叶这个动作是用什么的？哦，你说一定要扶 foot 哦，一定要扶。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用那个 be food。你说之后，之后要除草。对。所以摘完苦瓜叶，通常之后会顺便把草除掉。有时候是前面呢，我们要先把草除掉，然后就摘苦瓜叶，或者是苦瓜叶摘了再除草也可以。顺便的摘菜的时候，它会顺带顺手去food的。应该是说同时在做那个动作了。没有米拉拉开过呢，米拉拉开过呢。能不能改为o pipito atau papa no kakurut halo halo pivot tanya akung tu semut 把那个摘那个地瓜叶的动作加前面，摘地瓜叶的叶子叫 pipito 嘛。Upipito atau papah no kakurut. Kakurut 是用 bit 的。upipit to papah no kakurut. 因为他现在要扶 foot。对，老师只能用扶 foot 呢，现在。比用完。现在是重点是 foot 吗？是
那就不是采菜啊，对啊，中间那是土草产，所以它这个跟没有前面那关一句，系啊。跟前面那一句应该是照一样的。对呀、比佛不是读除草什么不嘎跟腰采菜没有关系啊。就是哦，跟采菜的采菜没有动作没有关包含系。对啊，你跟上面照一样的就可以了。对呀、那就不要不是采哦，是看不是看，采菜的那不动作，是采不是咕噜的动作哈。不我们是是有这样哦，在打咕噜应该是比到的爸爸，不是问题我们现在是拔辅草，都是辅单比的爸爸。对哈，我们是用辅助字根啦，对啦。哎呀，老师，我们是所以那个辅助字根。对，不是什么他这动作个没关系，我们现在哈，因为时间也快到，我们一个结论呢，就是说，现在苏贤提出这个问题哦，事实上应该也是一个可以成立的问题，因为后面这个采那个苦瓜叶的这个动作嘛，跟前面的顺便除草，它不是对等的，感觉好像要用另外一个，比如说米沙登，你就是后面要用一个，前面用个搭，或者是我不会讲，阿美语的那个顺便有没有这个构词啊？不是如果说顺便用煎，会啦，我讲错了，会采摘苦瓜叶煎除草，这样会成立吗？用煎怎么讲？那个讲阿美语看看，那个金川老师，这个就上面它这个就是中文就很奇怪，顺便跟煎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啊。因为这个阿美语很难翻啊。你改成跟上面一样啊，乌比夫夫那个哈鲁先不要。好。乌比夫夫读什么古比拉登，你阿公读爸爸努嘎咕噜，就是还有那个前面要加嘎阿腰努啊，嘎阿腰努比拉登，你阿公。哦。他在采那个苦瓜叶之前的动作是除草，阿公采地瓜叶不是苦瓜叶之前的动作是除草。OK， 美惠老师这样可以吗？哦，可以啦。你念念看，你看看。下面那个嘛哈，乌比夫夫读什么古跟阿耀努。比拉登，你阿公读爸爸努嘎古鲁，可以了哈，是那个我们的组员，要帮我看一下，他这个可以吗？阿力前后的动作是一致的，不过刚刚那个上面那个哈鲁比夫妇哈，那个跟后面的比拉登你阿公读爸爸努嘎古鲁这个动作不一致，这个其实是不一样的动作。OK， 所以那个因为苏贤他比较用那个。因为他一定要翻对，因为汉人在学阿美语的时候，他语感比较弱，所以他们的中文一定要完全对应啊。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哦。那我们暂时好不好？暂时就先用这个最后一句哈。好。其他的组员呢，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哈。好了，你们下次记得哈。动作焦点，乌加动作，姑加动作，记得前后都是动作哦，不要有时间，也不要有东西，也不要有人哦。好了，吴老师，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那老师，你帮我们做个结语。好，hai, marupun ko tatayalan tani ni tatayaan, hai ko mananamay numita saka itangal nta ko miratang ko niranaman tumita ni hao ato saya paka pangihaan ni tatayaan na naman to namo ami tengil ko pipa ini no mapanaay hao anti kahan pitengin miso wai ko malaya pa no miso sa ko pilungot no ako to at pangihaan ni tatayaan pinanami at pangiha pa ini to na palotsoan no miso hati ni ko son mako hay pahanhan to kita ay ay mama ay